天气热，去游泳池消暑。去年开幕的台南市立游泳池门票只要应价价相当亲民。也毋过，这一站水电、人事成本，大项拢起，业者食袂消，拍算要来起价。在各项成本、经营成本都在上升的状况下，我们的票价基本上是维持在大概是10年前的水准。基本上只有对于室外的部分，室内的部分我们基本上是没有去做任何的更动的。镜头来到成华公立游泳池，有8条50米标准水道，各项设施齐全，却因为救生员无够人。目前营业时间是为下晡开到暗时啊。不过民众有无同的声音，应该如何调整有困难。一档啊，要了330几万啊，以中间不休息为原则的，今嘛好透早的放弃啊，无开放。下晡1点到7点半，甚至有的人讲，是毋到8点9点。这个可能难度。成华体积有开，新街游泳池招标无顺，无对外开放。上画都已经开了，我们其实还没开，对，真的有点可惜。有的卡还没用完呢。今年我们3月16号就开始标了哈，标到现在就上网开始标到现在已经标了3次了哈。算算咧，一档门票的收入大约40到50万。要过营运成本加起来需要150万，等于开门做生意就了钱。有在地人士建议，会当由体育局统一管理，也是甲在地大学结合，莫互自乡镇自造游泳池的建设变作负担。台南新闻所采采访报道。